语真灵长，愈讲愈灵长。大家好，贵边。大家好，我小杰。自从咱顶摆推荐动画的时阵，一定过2个月啊。顶2个月咱咧讲的主要就是我推的孩子。到今我搁咧看。所以咱去摆的动画，咱大家推荐我推的孩子尔。是。所以吼，过2个月了，到今嘛，一定搁来甲另外一个爱推荐新的动画这季啊。所以这季吼，真正是套蓝做者风格，有黑暗的啦。有动险的啦，佮有用心的啦，所以吼，咱就开始慢慢来介绍这个动画给大家看。你若是无讲吼，其实我到即马搁咧看，我推的孩子，人都还袂出完呢。大学生吼，我推的孩子。出完啊！我是讲伊的放假还未出完。嘿，继续看，继续聊安尼。毋过讲到最近的动画吼，可能是因为7月时要到啊，对无？所以咱就爱开始介绍一个较符合即个气氛的动画。头一个要讲的就是《黑暗一回》，伊是嘛是一个甲灵异啊，还是讲甲鬼魂较有关系的作品。伫咧头前，伊就呈现一种反差足大的迄种气氛，因为伊是咧复视，足侪囡仔伫遐佚佗，毋过伊背景的音乐却是迄款，喂，敢若是迄鬼魂伫咧地角安尼绵绵嚎的声音。对啊，咱讲到故事其中一个主角叫做启达龙，启达龙伊伫国中的时阵去用刷着，其实伊本顶吼，伊出事伊就看到鬼魂，伫国中的去用刷着，刷去牵连着伊的青梅竹马。A 刷变成做讲吼，2个人拢互纠缠去，因为伊迄个时阵感觉家己绝对不起 A 这个人，所以吼伊就定家己一个人踮伫咧厝内底，唔敢出去，一直到伊大学的时阵，伊接到一个家教的工课，迄个家教的工课拄啊是 A 的小同妹，所以吼伊较慢慢行出门，慢慢开始接触外口的社会。讲到即个启达郎，因为捌拄着即款灵异的事件嘛，所以伊的正手其实就去用纠缠，所以平常时就爱摕一个手人啊，其实吼，我的正手嘛去用纠缠。你是讲安怎的纠缠？特别强壮。你确定毋是特别训练的？这甲人加入去。会红标啊！启达郎本身虽然讲伊看会到鬼魂嘛，毋过伊其实足惊一款灵异的事件。偏偏伊自细汉到大汉的朋友 A 伊其实足介去即款有发生过一寡灵异事件。2个都要得病的。对，伊就足介去即款所在拍照，大家拢去拖迄个启达郎去，而且是搁拄着伊的同门叶宵了后，因2个就定定带去迄款发生过一寡灵异事件的所在。搞的所在，就一定有灵异的事件。为什么呢？这就看柯南。我嘛是要讲这。足奇怪吼，因去的所在一定有灵异事件，唔知有啥物。就一定会发生代志。讲到夜宵爱去的灵异地点，其实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伊自细汉吼，然后有一个红仔头尔，尾啊，伊煞变成有2个，而且伊的目睭面的模样吼，看起来就像人的头骨。伊伫到因爸母拄着车祸以后吼，夜宵伊常常就当看到鬼。伊伫迄个现场的时阵，伊就看到一个足奇怪的现象。伊伫咧告别式的时阵，当看到因爸爸的鬼魂尔，无看到因老母。因为伫车祸现场的时阵，伊就有看到因老母的鬼魂，互其他的鬼魂甲带走去。所以伊就为什么要去遮灵异的地点？伊就是因为要甲因老母的鬼魂带倒来，敢会当找到当时迄个甲因老母带走迄个鬼魂，甲因老母的鬼魂甲讨倒安尼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要来介绍的嘛是较黑暗，有一寡推理成分的动画叫做《不惜笑路的魔杀闹剧》，就是讲吼，头前有一个嘛是讲有一个主角引带另外一个主角出场的一个故事。头大生是一个半人半魔的查甫人，伊伫咧路的时阵就拄着一个看一个鸟人啊，敢若是鸟人啊物件的一个查某人，因2个就开始相拍，不过拍了后才发现讲原来是即个鸟人啊内底有一个查某人要找伊啦。讲到即个鸟人啊内底吼，其实伊是内底是放一粒头，迄个头的身份就叫做阿雅，伊是自947当前，迄个平安时代，伊就活伫人世间的一个人。其实阿雅原底是活甲好，不过因为伊是不死族的人，所以伊的岁数，伊就停伫个14岁过3个月迄个阶段。算毋知伊伫动画故事开始讲迄个半当前，伊去拄着一个半鬼灵，甲伊斩首起来。伊迄个半鬼灵吼，就甲伊的身躯摕走去，就伊的女婢用一个人啊，甲囥伫内底，甲关咧。无吼，你一关一个人头，佮会晓讲话，就是会惊死人。讲到这吼，就是因为这个阿雅，伊去拄着这个朱家路了后，伊就怀疑讲这个朱家路应该就是甲伊斩首的迄个半鬼人，所以咧，伊就叫伊的
个查某囡仔叫做喜之库，伊就叫这个喜之库甲伊对调的，叫这个朱家路甲伊家己杀死。啊，毋过这个朱家路其实伊就无甲伊答应，而且伊佫去说服阿爷讲，你袂使安尼放弃，你要去澳洲找你的身躯。啊，伊两个就安尼交换条件。交换条件就是讲吼，因为迄个时阵迄个半鬼人吼，朱卡路吼，伊一定是要死的迄个状态，所以因交换的条件就是讲吼，因为伊也食不死族的其中的一个部分，伊会当延长伊的血寿。一开始因讲伊要交换条件，要食迄个阿爷其中身躯的一部分时，逐个人拢会想讲，可能是要食伊的头鬃，结果毋是哦，伊是两个人烧金，伊食伊的喙烂，伊食伊的喙烂。啊，伊咧交换的时阵，咧烧金的时阵，伊甲迄个阿爷伊的头摸起来，浸落去的时阵，伊的头鬃呢，规个翘起来，迄款模样，迄个画面吼，真正是足好看。你是讲足好看的吗？足好看，足浪漫的。确定毋是足恐怖的吗？毋是，真是足浪漫的。放一个人头安尼浸落去，足浪漫的，真正足浪漫的。啊，你毋是你得去看好，安尼咱来看。你也去看嘛？好，安尼。啊，交500里的心就好啊。袂，我甲你讲，我还有一出搁较水的，叫做。我的幸福婚约，咱莫讲这剧情啦，咱就讲伊的画面就好啊。比如讲这樱花树，啊，迄樱花安尼落落来，啊，佮有迄款溪流啊，经过迄溪坎的时阵，啊，佮有迄地杯啊有无？伊落伫迄榻榻米，各种的画面拢足真足水的。就是爱讲吼，咱虽然嘛是看过介少的迄款较幼老的作品嘛，毋过嘛是爱学到即个制作的委员足用心咧画遮会图的。即个故事伊设定的时代，就是顶一个世纪、大正年代即个时间。也毋过吼，伊即个故事设定内底有一个较特别的所在，伊就是讲吼，伊无共的家族内底拢有无共的异能。也毋过即个女主角淼，伊拄好无遗传着因老母，还是因老爸异能，所以足奇怪就是讲吼，因为因老母过身了后，伊因老爸就带一个后母来，啊，佮生一个小妹，变成讲吼，伊无即个异能。也毋过伊的小妹有，就变成伊互因老爸老母佮小妹考试啦、苦读啦，拢做下骹手人的代志，伊就变成一个足自卑的一个查某人。所以，即个可怜的米友，伊伫个即个世间有迄时阵唯一会使信任的人，敢若伊的亲妹顶嘛寇子。啊，毋过咧，有一天这米友伊老爸就是甲伊苦读迄老爸啊，煞命令讲即个寇子爱就是向招啦，就爱招去因兜。啊，即个米友咧，伊就袂使嫁互即个寇子嘛，伊敢若会使嫁互即个古董青下，就是 Q 卡。听讲吼 ，Q 卡伊是一个歹扭拉的人，伫个米友进前有足侪查某人想要嫁去因兜，也毋过吼，伊遮侪真未婚妻，一个一个受袂了伊的个性，啊，就慢慢改度婚约走去。米友因为伊无法度嘛，因为这是因老爸的命令，所以伊嘛是爱继续留去熟悉这个环境，看这个 Q 卡做翁仔某安尼。伫个迄个时代吼，其实是算是拄入去迄个现代化，啊，毋过嘛是算古早的时代。这米友伊拄入去这古董家头前啊代志，就是爱替 Q 卡煮食。啊，毋过因为这米友伊就是伫咧厝内拢是去用苦毒惯势啊嘛，所以伊伫咧迄个古董家拄着这 Q 卡的时阵，嘛是三不五时就爱甲伊回息咧，所以爱跪伫咧榻榻米顶悬头暗来甲人回息咧。すみません。是。迄个米友伊当入去的时候，迄个 Q 卡就敢若风声内底讲的共款，有一个一家二主的骄傲，而且吼，伊个爱伫遐疑神疑鬼，伊怀疑米友伊当嫁入来煮的第一顿内底有掺毒，要甲害。也毋过拄啊好吼，有伊的下骹手人叫做尤里的，尤里伊是一个足好的下骹手人，伊老啊。也毋过伊就是讲吼，伊迄个时阵发生几件代志，迄个尤里的趁迄个 Q 卡，伊要命令米友去做一顿早顿的时阵，伊就甲鼓励嘛，鼓励讲伊继续煮。结果啊，上尾啊，米友伊就互 Q 卡学了讲吼，伊的味噌汤煮了袂歹食。对伊来讲，为以前到今嘛，毋捌听过一个肯定。其实你看哦，伫咧古董家因兜食的物件，无论是暗顿啊、早顿啊，还是讲这尤里的煮的鱼啊，啊，佮有这米友替 Q 卡穿的白饭啦，还是两件菜头签，还是讲味噌汤，迄味道吼拢足幼咯。啊，佮有啊，对这煮食的人，啊，佮有食饭的人，因的互动来讲啊 ，Q 卡其实伊后来慢慢对这米友伊的形式开始有兴趣，对这个查某囡仔嘛开始感觉看起来袂歹，所以讲这动画内底其实有足侪这是电影内底无的。上尾要介绍的动画，就是身为悲剧原乡的上强异端，上尾头目女王为着人民牺牲奉
现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拉斯塔美，这就是咱这季罕得介绍的异世界动画。这款就是转身的动画，一定就是佫是一个女大学生，啊，伊就佫拄好去互车弄着，怎啊转身到一个伊足甜美的一个电动内底，叫做利加吉索公梦，伊是转身到这个世界上大一个反叛角色，叫做普拉伊多。一开始伊嘛足想要反抗这款做歹人的命运，啊，不过尾后伊就慢慢啊接受，而且伊佫变是一个想要为着国家、为着民族服务的一个领导者安尼。我感觉这个动画吼上趣味的所在就是讲吼 ，Pride， 因为伊前世时伊做定位伫理工这个游戏内底，所以吼伊就知影这个剧情的发展，自从 Pride 发现家己会当改变这个游戏的未来的时阵，伊就开始对抗这个游戏的世界观，甲大家带往一个好的方向去。其实咱今日介绍足侪动画，在动画内底假使拢有足强的迄款要生存的目的，譬如是啥物要找家己的身躯啦，要找亲人的魂魄啊，还是讲要得到人的肯定，这足侪代志拢会使互咱学习。啊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叫做《强死一百》，要毋过伊即摆嘛有出一个真人的电影，哎呦，唔通看，大家看动画就好啊。对啊，有兴趣的吼，就参考咱推荐的这5部，安尼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《大英一点灯》，拜拜。拜拜。